的人在哪里？开始。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犹如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可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卡痰了耶，我卡痰了。那是你不走知道给点那个卡，我一直卡痰。